宜兰苏花公路的山区，顶礼拜发现一个查甫人的遗体，唔知影身份，验尸解剖无排除互杀害的可能性。不过详细爱等鉴定报告出来才知影。警方冇发布死者的清查特征，希望民众会当提供资讯，厘清死者的身份，量早破案。消防人员用手下伫苏花公路的山坎卡有一具尸体起来，随送到宜山殡葬管理所冰存。大家拢伫咧讨论为什么山坎卡有尸体，警方正伫咧调查。经警方报请宜兰地检署相验，并且在1月31号解剖完毕，主要的死因为四肢肌肉组织破裂。那目前警方科正在比对其身份中。因为死者身份顶无身份证，警方发布协询，死者的身高差不多161公分，腰正边有一粒痣，穿黑色顶的普罗衫甲黑色的牛仔裤，希望民众提供线索到3人破案。分手要滚落去啊！尸体被发现的现场涂骹有真侪物件，尸体经过解剖了，专案小组讲，专案小组表示，敢若是因为弄结了腹内出血而死亡，不是自然死亡，有可能是他杀。他目前已经完全解剖，那解剖待鉴定报告，其他部分就不便再做说明。检方无愿意证实死者是不是因为弄结而死亡，讲详细死亡原因，也该等鉴定报告出来。死者的身份怎么还阁伫咧比对调查，其他案情是无方便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